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宜兰是歌戏的原乡，在1992年成立的南洋戏剧团，是全台湾唯一的公立的歌戏团。27年来，唔但担起着传承的责任，培养着真侪优秀的小生小团，嘛将歌戏的艺术推展到海外各地。但是2018年，宜兰县议会甲剧团的预算1180万全部裁掉，让剧团伫一夜之间面临解散的危机。虽然尾文化部有补助，议会嘛阁来追加预算，但是为南洋戏剧团防台预算的这个代志，会当看到台湾传统的戏剧文化落水的困境甲挑战。而目前这个大环境，台湾的艺文团体要安怎行出着一条新路呢？咱做伙来探讨。宁静的上国府查某囡仔春草唔惊强权入到衙门，甲巴吉顶司只求官位的吴知府斗智辩论，笑开节奏阁真紧的剧情，互观众真紧张。这是南洋戏剧团2019年的大戏《春草》，嘛是乡镇巡演列车的新戏。你上过小姐去庙时，我马上就追向前，伊的名。南洋戏剧团每年都会举办乡镇巡回公演，特别的是在庙宇前面演出前，他们都会先举办像这样的诞生谢神。范先开场，这嘛是戏曲文化内面袂使无的听事。宜兰市歌戏的原乡，1992年县政府成立南洋戏剧团，是台湾唯一的公立歌戏剧团。经过27档公演的范围遍及全台，甚至到海外真个国家，更加培育未少歌戏的精英人才。不过，2018年底编列了1180万的预算，和议会拢裁掉，南洋戏剧团煞面临解散的危机。成立再久，当你不要它的时候，一句话就可以不要。对，一切的辛苦都化为流水。你党民都开下这期。那我们没有看到成绩，那事实上我们都有成绩，只是说或许在宣传或各方面真的是太低调了，没有释放出去。公立剧团不以盈利为目的，南洋戏剧团更加重视教育推广人才培训甲文化传承。当年至少有推出新戏甲乡镇的巡演，干那2018年就搬130几场。当年成立的时，真受县政府重视，预算捌关达3000万，不过当年拢被督年惊险过关，即马剩较无一半。编制内团员更加为上届节39个人缩减到即马20个人，演员加乐师只剩10个。今日演出拢爱请外口的人。你是个官啊，你不是吃水吃饼，不需要一直跟王喜那边做戏啊。现在很多人就说南洋戏剧团团不成团，没有人才，没有那个，我就那几个人。怎么成团？可是我想成团，我成不了。某几面按照钉板，你还有做什么？转型。当初如果可以转型，剧团早就转型了。比较不方便就是排练吧，要比较配合外片的时间。有对到的就很刚好，没有对到就我们要等他来才有办法，这也是一个困难点。是什么呀？公啊！公演前最后一摆总排练，团员甲外屏人员总算到齐啊！头毛拔起来，挂目镜，身段真灵。我这个廖欣竹挑战的是女主角春草的角色。30岁已经是南洋的当家小旦，伊甲剧团的缘分爱为13岁迄当讲起。接触到歌仔戏，那时候都到台湾戏剧馆那边，它会有袋子，然后都看袋子啊，然后知道有南洋戏剧团，然后就小时候看的戏到我后来演，然后到演主角，感触蛮多的，因为原来我也可以站在舞台上这样。就哇，
好像那时候有点像那种美梦成真的那种感觉。这样唔简单，小将教练放下，你这个查某囡仔就变成大老爷，这样人对世就拢互你瞒过去咯。为小戏迷到主要角色小段廖心珠对南洋戏剧团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感情，面临剧团恐惊会解散，生活受到影响，更加互伊唔知变怎较好。当下其实真的很慌，就觉得怎么办啊？我下一餐在哪里啊？怎么办？那我还真的上那个 Google 一下，就是宜兰有没有缺的。如果真的我没有再演了，我就它就是我心目中的曾经的那一块美好。哦你看这个嘿，这个如何是好啊？同款做主工，搬乌地府的林尚敏，自细汉学戏科班出身，毕业后就进入南洋戏剧团，在剧团吸收养分成长，甲团员感情真好，袂输亲人，是伊离袂开的原因。真的要一份安逸的薪水，说实在，剧团演员薪水也没有很高哎，那我也可以转行去做别的。我不希望在剧团可能比较困难的时候就先离开，你要走就一起走，会觉得我们努力过了，也坚持过，也陪着大家一起共体时间过。这应该是80几年哦，82年还是81年的。等于创团。对，创团的时候买的。53岁陈振旺，30岁就入团管理剧团，所有的服装加化妆，团员拢叫伊阿旺老师。为了省钱，有一身好本定的伊，时常家己做戏风。那新作你就要有设计费，那时候一套都差不多2万多块，可是那个就要牵办了。所以其实你们都受限于这些预算。对，预算你没有编，你就不能用。这个是现成的窗帘布嘛，那我们就把它做成，我看我们要就取它这个绣花，那在袖口这个样子。演出前负责服装，公演迄一天变成化妆师，有时卡唱都无够，就要搁做牙技棍啊。身兼数职是南洋戏剧团多年的困境，也过团员不离不弃，只愿讲共同度过危机。不是只有我，因为大家都有很深的感情，所以才一直在这个地方。事实上，你看看我们的演员1个月才2万多块。我说真的，那不是一个热忱。说真的，2万多块比麦当劳打工还差。白蛇传《凄美的爱情故事》，2003年由出名的作家黄春明改编导演。南洋戏剧团重新表演，跳脱传统的限制。不过因为经费无够，这款的大制作无度常态推出。经过27年的剧团，敢会减少创新，增加负担？黄春明沉痛何用？我们的戏剧是传统的形式没有关系，但是你也要加入现代的生命。为了一出戏就这里请一个，那里请一个，临时聘起来的，那个比薪水还要贵。演完了又回去，你没有办法接班。我说先把它停下来，重新招考，重新组织，再来规定好了，再开始起步。捌做南洋戏剧团艺术总监真侪年的黄春明，爱之深责之切。南洋较早是歌戏人才养成的要求，培养出无数的优秀演员甲乐师，在戏曲界各展所长。像新团歌戏剧团团长张明义、汉阳北管剧团团长陈玉环，也有五院剧坊团长简玉林，拢是出自南洋。只是伫台湾目前90外个歌戏团内面，南洋戏剧团派唯一的公立招牌，避袂过外界质疑的声音。我们的主旨不是在外面与门竞争或什么，演出要我们如何创造演出，安排新的戏码。这些演员有了养分以后，他才能发出更多的芽。就觉得卡在我们公家，我们就是有比人家多，当然也没有错。我们是比一般私人的可能又小确幸了一点点，可是私人的他没有绑手绑脚啊。
正式开演前，所有人伫后台伫无闲，虽然讲充满着前途未卜的解散危机，又还不减南洋人对艺术的投入甲热情。公演迄一天，小小的庙口场所有400多人来捧场，期待舞台顶代表着台湾的在地戏曲文化精髓，宜兰人的骄傲永远未消失。我差不多啊，伊是好人，伊是阿婆，伊是好地方。是，哪里啦？就是我要拍我。你当真要拍？你敢知伊是啥人？伊是啥人？你讲啊！觉得没有人接班会太可惜了，这个文化没有文化就失去了那个我们的文化立宪的意义了。从小就很喜欢他们这样子，也常常跟几个朋友就聊说，哇，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透过网络的力量帮他们声援这样子。觉得他们一定要存在。对。Taiwanese opera is a wonderful example of the diverse and beautiful culture that exists in Taiwan. I hope everyone who visits Taiwan will come and see Taiwanese opera. You like it? I love it. 可以从头流到尾，就是代表戏有框住他们的情感。那觉得相信宜兰的乡亲，他们对歌仔戏也是有一份这情感在，所以他们应该还是很喜欢南洋戏剧团，还是需要南洋戏剧团存在。事实上，大部分的议员还有民众都相当支持的哈。在这次的最佳预算会把被删的预算会在5月份再度提出来。我们全力的当讲为咱的预算来把关，所以呢，我们呢很努力的、很认真的，希望把这个文化来传承。本来去年宜兰县是250万嘛，我们今年特别提高到450万，这样，然后其中有一笔经费就是希望透过县府来支持剧团。南洋预算生存前引起各界讨论，文化界更加是一直批评，县政府议会甚至文化部拢释出善意，决心抢救南洋戏剧团。歌戏较早是民间上界戏的传统戏曲之一，因为随着社会转型慢慢落去，唔那南洋戏剧团进入民间的剧团，面临更加艰难的经营困境。当你政府有重视这样东西，那它里面的标准值跟我们的程度都提升嘛，对，所以我觉得政府的帮助还是很有关系。文化跟没办法赚钱，对，它是传承跟推广。这种民间的艺术文化又是属于在地的文化，你没有一个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跟挹注，它是没有办法生存的。西方的国家把他们的戏剧当作民族的灵魂，文化部要去想办法。我现在连小团体我也给，那你钱散掉了，就没有力量。你还是要集中有限的钱，集中再给可以培养的。可是叫老夫心中志，上来的这当然毕竟做到违背老乡国之意呀。可是这。正是这，哎呦！伫迄段无电视、无电影的岁月内面，安慰民众心灵的是戏台顶有时充满悲欢离合，有时笑开一出一出的歌戏。时代变迁，传统戏曲慢慢的失传。虽然戏总是会结束，但过在地艺术文化绝对是必要的存在。